台北市宣布，这新障朋友原本洗浴清洁的项目，伫个7月初1就会来取消，改用7星区来代替。这互新障团体是真不满，因为讲呢，洗浴这个服务，即马品质已经退化去啊。看似几个简单的文字的差异，但对于身心障碍者日后的生活却有天壤之别的影响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保障跟模糊不清的一个状况下，我们担心会让行政机关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一个权限。这新障团体是表示讲，袂当好好啊洗身躯，这是政府服务退化，也是讲标工咧甲人侮辱咧。伊咧甲中介者推向长照系统的时阵呢，煞无去注意到，其实这长照系统是无通互中介者来自立的，而且这个长照人员也毋知影是安怎甲这个新障朋友来倒洗身躯，所以民间团体是呼吁卫福部，就要赶紧来修改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》，互障碍朋友会当自主生活过了才有尊严。